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花园里的新朋友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小杰来到妈妈的菜园里准备浇水。当他跪在地上时，发现一些菠菜的叶子上有好多小小的洞。哎呀，到底是谁在吃我们的菜呢？他心想。小杰很喜欢昆虫，于是决定找出究竟是什么在偷吃他的菜。他打开背包，拿出放大镜，仔细检查了一些叶子，发现上面有一些小红点。哦，是瓢虫。小杰说，应该不是你们不吃蔬菜叶子，你们吃的是小昆虫。说完，小杰又转向其他的蔬菜。他检查了辣椒和生菜，发现上面没有昆虫。最后，小杰在花椰菜的叶子上发现了一只正在啃食的毛毛虫。找到啦！小杰高兴地大喊，他终于找到那个偷吃蔬菜的小虫子了。小杰轻轻地把毛毛虫捧在手指上，仔细观察它。突然，毛毛虫开口说：“你是谁？我正在享用这些美味的叶子呢。”小杰笑了笑说：“嗨，我是小杰，我正在这里照顾我妈妈的菜园。你知道吗？你正在吃的是我们的花椰菜叶子哦。”毛毛虫回答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好爱你们菜园里的食物啊，而且你们种的这些蔬菜真的是太好吃了。”小杰听了说：“可是你不能再吃了，因为我们需要留这些菜来做晚餐，你不能把它们全都吃光。”小杰想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有个好点子，不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有很多你喜欢的叶子，保证让你吃得开心。”小杰戴上帽子，把毛毛虫放在帽子上，然后他走出了菜园，来到了田野里。“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啊？”毛毛虫好奇地问。小杰微笑着说：“我带你去一个你会惊讶的地方，那里有很多美味的叶子，保证让你大饱口福。”好了，我们到了，这里有你可以随便吃的叶子。小杰说，轻轻地把毛毛虫放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。小毛毛虫非常兴奋，这是一片苜蓿田，它高兴地爬得很快，几乎要跳起来了。当毛毛虫享受着周围的叶子时，小杰打开背包，拿出一小块新鲜的苹果。“这是我的小点心，你想试试吗？”小杰问道。毛毛虫看到苹果，显得有些好奇。虽然毛毛虫通常不吃水果，但它还是尝了一口苹果，结果发现苹果的味道也很不错哦。小杰注意到
毛毛虫好像蛮喜欢的，于是决定把餐盒里的其他小块苹果也给了它。天色渐渐暗了，小杰知道他该回家了。小杰说：好好享用剩下的苹果吧，我过几天会再带一些来。毛毛虫回答：谢谢你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我会在这里等你哦。几天后，小杰带着更多的小苹果，开心地回到苜蓿田。他大喊：我回来了，小毛毛虫！可是不管他怎么喊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小毛毛虫不见了吗？小杰担心地说。小杰在每块石头下和所有苜蓿中间找了一遍，却没有找到毛毛虫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那看起来像是一个挂在树枝上的绿色小宝箱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以前都没看过耶。小杰好奇地说，虽然他对这个奇怪的东西感到好奇，但心里还是担心小毛毛虫的去处。他心想，小毛毛虫会不会又回到菜园里来找我了呢？于是小杰跑回菜园，用他的放大镜仔细查看每一片花椰菜的叶子，寻找他的朋友。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心情渐渐变得沮丧。每次找到一片叶子，他都希望能看到熟悉的小毛毛虫，但结果总是失望的。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，心想，或许小毛毛虫找到了更适合它的新地方吧。又过了几天，当小杰在菜园里要浇水时，一只蓝色的蝴蝶飞到了他的帽子上。你好，蝴蝶，小杰说。嗨，小杰，蝴蝶开心地回答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就是你的毛毛虫朋友哦。真的假的？小杰惊讶地问，你看起来完全变了呢。蝴蝶微笑着说，在吃完所有的水果和叶子后，我在一根树枝上睡着了。在我睡觉的时候，茧长在我身上。当我从茧中出来时，我已经不再是毛毛虫了，我居然变成了这只蓝色的蝴蝶，而且我现在不吃叶子了。蝴蝶接着说，我喜欢品尝花蜜，这是我现在最爱的食物。哇！小杰惊讶地说，那么你就不会再吃我妈妈菜园里的东西了吧？他开心地笑着说，对呀。蝴蝶点了点头，不过我非常喜欢你妈妈种的花，它的颜色和香味真是太棒了。那是什么花啊？小杰好奇地问。那些就是你妈妈种的百合花和玫瑰啊。蝴蝶高兴地说，它们的颜色和香味都非常迷人呢。小杰听了也笑了起来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去花园里看看吧。于是小杰和蝴蝶开心地在花园里追逐玩耍，享受着彼此重逢的喜悦。现在，我们请美丽的蝴蝶来介绍它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只美丽的蝴蝶，
我有2对翅膀，一对在前面，一对在后面。我们的翅膀上有各种美丽的颜色和图案，就像彩色的画一样。翅膀上面有一些细小的鳞片，这些鳞片可以反射光线，就会让我们的翅膀闪闪发光。再来，我们有2个大大的眼睛，它们看起来像是小小的黑点。我们的眼睛有360度的广阔视野，可以清楚看到周围的东西，甚至能看到你们人类看不到的颜色哦。我们的头上有2根细长的触角，触角就像是我们的鼻子，用来嗅闻气味，寻找食物和伙伴。我们的嘴巴也有点特别，它像是一根小小的吸管，我们会用它来吸取花蜜和喝水。而且我们还有6只脚哦，每边3只。我们用这些脚来抓住树叶或者花朵，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爬行。那我是怎么从毛毛虫变成现在这么美丽的蝴蝶呢？一开始，我是一只小小的毛毛虫，那时候的我就是不停地吃东西，尤其是叶子，让自己变得又大又强壮。当我长大了，肚子满满的时候，我就会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准备变成绿色的茧。茧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房子，让我可以在里面休息和变化。在茧里，我会变成一个叫做蛹的状态。这时候，我的身体开始进行大变化，从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样子。这个过程有点像变魔术，非常神奇。当蛹的变化完成后，我就会从茧里出来了。这时候，我已经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，翅膀还有点湿，需要晾干。等翅膀干了，我就可以开始飞翔，寻找花蜜和探索世界啦。所以，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真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过程啊！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